今礼拜都拢我也问了不错喏。我哋有啲啱學，高強要素質，咱真是。这里头门呐，聽到，你出咩？还戴口罩。哎呀，我说你老在。係啊，我事情嚟。
蛮重复呢。都可以。啊，你对吧？供养在平安，咱礼拜前，咱就是来做伙来祈祷，准备来心。因为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预备上帝，你会拯救我，上帝，你也是带领我行过指引山谷上帝。不知只有你，就是我伫患难中随时帮助。这世上有侪灾难，就是通常灾难要来的时阵，我俩常常不知不觉，像亲像伫南亚大水要来以前，逐人照因所爱的人，会反实在咧生活，无感觉无啥物无相关的所在。主啊，阮知主耶稣要来以前，也有灾难，但是阮知主要来的日，无人知影。但是阮有确信，主的确一定会来。
阮来分别做帮助阮，盼待主要过来的时阵，常常阮会晓保持，阮会晓警醒，要知影，要反省阮的行为，阮的讲话，点才有得罪着主。分别提拔，消灭阮的过失，带领阮一生，让咱行伫你的道路，期盼阮的家己常常会来仰望你，信靠你，来等候主会过来。预备上帝，求主即时，提高阮每一人的心，恭敬的心来敬拜你。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糟糕。坐伫天顶的主啊，我摇目你，看做落福的目睭怎样主人的手，做女婢的目睭怎样主妇的手。阮的目睭也照安尼耶和华，阮的上帝，一直到伊怜悯阮。咱做了吟圣诗24首，咱做了学了上帝圣诗24首，变了心肝正义的人。
做用新的改变个别人的信仰，新的改变，你要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要听手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姐，咱用启文第14篇457篇，咱做咧启用启文14篇，先是后壁。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心要投靠你。
敢有声？即摆？OK，有即摆有声，有啊。好，毋知谁哪走去，好，来，歹势哈，咱继续。好，咱做伙用主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助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觉醒吼。这幅图是画家咧画，想象耶稣伫get세마네园祈祷的情形吼。伊叫伊的门徒，恁着爱警醒祈祷。伊去祈祷的时阵，学生安尼困去吼，安尼连续3摆的时间啦吼。其实这毋是咧讲门徒，其实咧讲咱所有面对主的人，拢着爱觉醒，特别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拄着困苦的时，耶稣甲门徒讲：恁吼心是安那愿意，过来肉体软正。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咱通常拢体贴咱的肉体的需要吼。拄则咱咧启文的中间也有甲咱讲到即个部分，像咱爱咱的生命中间爱有觉醒吼。觉醒伫台语甲华语的了解淡薄无共款，有共款的部分，也有淡薄无共款。我感觉伫台语较有迄种醒时阵悠然爱搁继续警醒吼。迄个华语就足清楚，就是讲吼，你要觉醒的意思是讲，你即摆咧困啊，所以你爱起来吼。有即个感觉啦吼，所以是讲你爱醒起来，爱清起来，莫阁继续困去啦。当然，台语较有较一个警醒的意思，比较较积极啦吼，就是讲伫任何的状况的下面，你都爱有 be alert 啊，这爱较有警醒的即个角度啦吼。伫今年以来，伫台湾，咱会当看到真侪的消息，拢安尼咧报道，就是讲，中共的军机一日到晚就伫台湾遮安尼飞来飞去吼，伊讲吼叫做互你麻痹啦，互你无感觉讲吼有危险，互你足习惯的吼。其实嘛毋是伫台湾尔吼，伫印度边界咱嘛知影，因已经有上突伫咧吼。伫日本海的界线、南海的海域顶顶。遮个军机拢一再伫咧扰乱，也是讲中共的遮军队拢有咧扰乱即个边仔的国家吼。印度的国防部因伫即个边界遮吼，有安放即个因国家上先进的即个战斗机啦吼。日本甲美国甲加拿大伫太平洋遮。安尼讲，即个奥基纳瓦这边较起嚟遮吼，有一届即个真大吼大型5万几个军兵伫迄个所在锐舰的军事演习。即个演习到底是咧讲啥物货？就是咧甲咱讲，因是有觉醒、有警醒。台湾的国防部历史以来毋捌伫迄个主动公布讲有即个中共的飞机伫台湾的附近咧设咧落吼，伫最近真主动拢伫因的网站将遮的资料铺伫顶悬，互咱的人民会当家己去看，家己知影了解吼。当然这有一寡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国家有准备啦，因来的动作拢知影吼，所以意思是讲。伫情报单位即个军事的情报顶悬，因有安那有警醒、有觉醒啊，毋是咧困啊吼，毋是咧困吼。我古早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吼，伊是军人吼，伊就咧甲我讲，
有分享讲伊咧做诶代志吼，伊讲我咧做诶代志是足机密诶啦吼。啊，即个机密诶代志最近伫台湾去互人主动公布出来吼，甚至蔡英文总统也有去顶悬伫新竹诶山顶，一个叫做方舱诶卫星啦吼，就是讲专门咧看，会当看到对中国真内陆内底去。所以常常任何飞机也是咧叮当，咱足早就会当觉醒，就知影吼。觉醒的中间必须要有一寡准备啦吼。我拄则用军事来讲即个部分来解说即个圣经，是咧咱讲，你是安那因要演习，是安那要爱有遮个影片出来，互人知影，就是讲因有准备。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耶稣记10个在小女伫迄个所在咧等新郎要来的这中间，有5个去互称作真聪明的这个查某囡仔呢，因有真充分的准备。咱讲因有安那有备办 extra 的油啦吼，就是讲伊有物件准备条咧，所以讲伊有准备的啦。哦，伊有准备就是安那。表示讲伊有觉醒啦，万一若无够时阵会安那？哦，我着还佫有通用嘛，哦。另外5个咧，耶稣讲即个吼，即叫做咱台湾话讲叫乐天派啦。哎呀，无要紧啦，安尼就好啊啦，有够啦，凊彩啦，哦，有就好啊啦，哦。大概即种诶想法，若是佫真正等到即个新郎来诶时阵，伊就无油啊，就失去机会啊。今仔即个经文，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互因的批信的即个中间，所咧甲因讲即个代志是啥物代志？其实就是耶稣所咧讲的，即个新郎要来的代志。你知影伫犹太地伫古早吼，犹太地，因要去带一个新娘吼，当时要去带毋知影啦，吼，当时要去带毋知影，照因的结婚的即个例是安尼啦。你想讲约瑟甲玛利亚讲好亲情，去带未？也未，当时毋知。所以耶稣要讲一句话，伊讲啥？我来是要甲恁做伙对无？去咧，是要为恁安那准备所在，然后呢，倒转来接恁去我的爸家有无 ？OK， 这就是咧讲婚姻的订婚的约啦。老爸甲新郎去甲新娘的家，伊啊讲好这个约了后。就爱啉一杯来立血约，这就是咱的圣餐，这就是咱的圣餐。然后耶稣讲吼，我去要为着恁备办所在，就是去老爸家，老爸会伫伊的祖厝的边仔，佮起一间新娘房。当时起好，新郎毋知影，因为什么人主权，是老爸家，老爸咧起，什么人知影起会好，只有老爸知。所以耶稣有讲真济个咧，甲即个结婚的咧是共有关系啦。当老爸讲起好是讲行来，咱来带新娘，迄时阵才去。即10个查某囡仔就是伫遐咧等啊，当时要来，毋知影。但是有备办的安那，伊就等会着；无备办的安那，失去迄个机会吼。这耶稣伫真济譬喻中间，拢用即个做中心点。咧思考的物件，所以25章13节你讲安那，所以着张持，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所以恁爱警醒，因为恁也毋知迄个日子、迄个时间，什么时阵要来，就是咧讲迄个犹太人带新娘的例啦，吼，犹太人带新娘的例，所以面对敌，伊当时要来，咱嘛毋知影，因对敌通常吼，就敢若贼仔共款啦，吼。伊安尼偷来安尼吼，敢若贼仔。耶稣讲大旨就亲像安尼吼，偷来，你毋知影时间。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0节嘛讲，因为恁家己详细知，主的日到要亲像贼透暝来。因为恁家己知，主过来的日子就亲像贼仔吼，伫暝时忽然间来到。恁家己知，恁毋知影迄个时间，安尼有趣味无？
这是逻辑的想法啦吼。恁家己知，恁唔知，啊有真侪人就是家己知，结果伊唔知影，这有足大无共款啦吼。敌人总是安尼，亲像咱咧讲最近中共的军队伫遐周边咧踅来踅去，啊，伊就互你熟习惯啊，互你感觉麻痹啊。结果安那，伊就可能扑一下，啊，就走入来。吼，咱讲擦枪走火，还是用偷袭的方式。吼，啊，咱知影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啥？日本偷袭珍珠港，吼，啊，这就是用偷的啦，吼，偷的意思唔知影吼，所以，伫中国的一个兵法啊，《孙子兵法》伊讲吼，物事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迄什么意思？就是讲我有准备，我有咧觉醒，我有咧观看，我知影，吼，就算是感觉真平安的时阵，第二就是讲咱会失去警醒。拄则咧讲迄个军队军机一直咧踅，啊踅到互你足麻痹的，你会感觉好怪插伊啊！一日8摆，一日10摆，啊，就敢若食饭咧安尼，吼，所以你无插伊啊，伊就感觉讲，你已经失去警醒啦，吼。第三节，今仔日的经文第三节讲真清楚，当伫讲平安稳当的时阵，灾祸就要临到你。当咧讲平安稳当，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讲已经失去迄个警觉性啊，吼，失去迄个警觉性吼。啊，伊讲亲像迄个有钱人要生囡仔共款，啊，当时要生，就爱迄个，咱咧讲阵痛吼，啊来，啊，迄个无法度走，伊迄个时间来，啊，愈来愈晚的时阵，就是要生吼。咱咧讲自然生产啦吼，当然即摆手术的就无共款啦吼。所以，亲像安尼，无有法度有人会当走得闪，就迄个代志来的时阵，迄个日子已经来的时阵，啥物物件会互咱失去警醒？就是假上假和平啦，吼，假和平。我用德国做例啦，吼，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拢伫伊个周边的国家安那，甲人签这个和平协定。和平协定就是讲啥？啊，咱两来签的好，我嘛甲你拍。其实这个签都有问题啊。什么叫做我签嘛甲你拍？我无签你嘛袂当我拍，因为我毋是你的啊，是毋是安尼？啊，为什么要签？互你失去警醒吼，互你失去警醒。所以咱看讲，今仔经文讲啊真清楚，当人伫讲平安稳当的时阵，这个时阵爱颠倒爱细字啦，吼，这个时阵颠倒爱细字。啊，这是凡尔赛条约吼，咱历史甲伊定位讲一个无稳固的和平。但是其他德国以外的人签了，大家拢足欢喜，讲哦，咱即马有和平啊，伤怎的和平？结无偌久，德国就发动战争吼。同款，伫捷克的代志典故嘛是安尼吼，啊，伊嘛是安尼啊。当这个合约签好的时阵，啊，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吼，最近。台湾定定咧讲伊个代志啊，吼，伊嘛是安尼吼，签会转来，哦，足欢喜诶！我为着即代人带来和平啊，但是无偌久诶，德国就发动战争吼，发动战争。啊，捷克斯洛伐克，迄阵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同一个国家吼，啊，尾啊分做两个国家，啊，就去互占去。最近啊，台湾有一寡人咧讲国民党甲共产党谈判，两摆拢叫中共出卖。啊，第三摆就是讲，有可能台湾嘛叫袂掉去安尼吼，所以咱实在警醒，这是对自迄个咱所实际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倒转来看圣经，拢甲咱讲，你爱警醒祈祷，免得陷入伫这个迷惑的中间，因为恁的心神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恁的心神愿意，恁知影讲爱警醒，吼，爱警醒。但是恁的肉体却是软弱的，咱无法度警醒。伫咱这的挑战的内底，咱会可能会软弱，啊，会累积，啊，会失去愿望等等的。所以耶稣劝勉伊的学生讲，恁着爱对迄个困的中间来觉醒起来，爱醒起来，毋好一直伫遐咧拄久，伫遐咧困，吼，毋好一直拄久伫遐咧困。
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叫伊学生着爱敬圣祈祷，但是因拢困去啦。那困去会发生什么代志？困去，只要你倒伫眠床困的时阵，困去 OK 啦吼。但是通常咱倒伫眠床要困吼，拢较会困袂去，敢毋是？拢伫无应该困的时咧困吼，做侪时阵是安尼啊吼。咱讲倒咧困袂去，坐咧惊吓去吼。所以伊咧圣经咧甲咱讲，咱爱会晓觉醒起来，爱保持警戒。才会使有一寡准备，然后做有效的改变吼。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学生咧拄久，你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发生历史以来上严重的代志，什么啊？就是法利赛人、祭司来掠耶稣，学生完全毋知影，是毋是安尼？当因咧拄久的时阵。这个人来掠耶稣，耶稣就去受掠出去。咱看今仔日个经文的中间有另外一个伫福音书内底耶稣医治这是昨下吼，昨下这个读经的中间有讲到耶稣来医治一个赶鬼互伊的。这下狗甲青眉拢得到医好，但是这个人伊伤过欢喜，伊失去警醒。就讲伊的心内的邪灵出去啊，所以讲心内空对无？如果咱这个礼拜长，因为可能停了后，咱有一冬拢无人转来伫遮，也无人来摒扫，嘛无人拢入来，会创啥？会有蜘蛛丝。咱讲无人气嘛，对无？当咱的心变空了后，咱毋好伤欢喜，因为伫即个雷顶悬，咱看伊讲伊无警醒，所以检测伊受到法利赛人的影响，检测伊家己安尼感觉乐天，这个邪灵佫倒转来找伊，毋但倒转来找伊尔，佫找佫较济，佫找佫较厉害倒转来，所以伊就佫较凄惨。所以觉醒真重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耶稣基督捌提醒甲即个学生讲，恁着爱留心，爱警醒，因为恁毋知影迄个时阵什么事要临到。耶稣讲几若摆恁毋知影迄个事，当咱愈毋知影迄个事什么时阵要到的时阵，愈需要警醒愈需要警醒。我会记迄阵做兵的时阵拢讲阮你拢足厉害半暝仔起来去徛画饼徛2点钟你去用叫起来，换衫换换的，穿体咧去到遐，有法度清醒2点钟。阿兵哥拢讲啥？人阮即摆练到一个功夫，我徛咧头免沉，我嘛咧困。有阿兵哥安尼甲你讲这毋是警醒这是换一个姿势咧拄久尔有哪样已经伫咧比动作有做过兵的有足侪人有即种经验但是真正爱警醒。你知影我的下骹面的即个单位阮咧管弹药的，阮下骹位的单位一个是伫马祖啦。伫个戒严的时代定定就听着讲卫兵去徛弹去用害死水轨道拢游来游去马祖佫离大陆较近中国较近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时阵，甲门徒讲：恁着警醒，恁着爱祈祷，免得陷入伫即个迷惑的中间。什么是迷惑？是后壁咧讲的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迄个迷惑。咱顺趁肉体，咱咧讲顺趁肉体是讲伊着忝着困者安尼其实即个讲佫较深就是讲离开上帝，对着上帝。可能会抵到死顶才会才会代志而今仔日圣经的经文，我连伊会佫甲圣经当中小可走一摆伊咧讲着讲，恁毋是活伫暗暝的人，恁是活伫日时的人。什么叫做活伫日时的人？你若去问一寡住伫北欧的人你若讲恁住伫遐好毋好？是安怎毋好呢？伊讲
你若准吼24小时拢日时吼，啊，你毋知当时要休困。啊，另外半年呢，用要到24小时拢暗时啊，啊，你毋知当时要醒呢。听讲北欧得精神病的人的比率全世界上，无法度去调整遮的吼。但是伫信用顶悬，你甲咱讲的这个日时，毋是亲像即种用作甲用业即种的，毋是安尼。是咧讲咱爱伫迄个上帝的光明内底，无伫迄个黑暗，迄个黑暗就是碳肉体肉体的软弱的。所以你看讲兄弟啊，论到时吼。我毋免人甲恁讲啦，因为恁拢知影，主的日要到，亲像擦透明咧讲暗，所以恁着爱警醒，因为当人甲你讲吼，无要紧啦，你做你困啦，交互我就好啊，无代志啊。即种打包票，你着爱较细致，咱知影吼，亲像生囝共款，你总是会去拄着遮个困难，你总是会拄着即个时。伊讲恁毋是伫暗的中间，遇到迄个日，亲像擦要入伫顶，即个伫暗的中间的人，伊就失去迄个警醒。伊讲，因为恁拢是伫光明的人，所以恁是属于日时的人。恁是属于日时的人，恁就知影上帝的时间，因为上帝会保守你。毋是，互你知影讲倒一天、倒一时、倒一分，毋是安尼。但是你知影，你伫上帝的光照的下面，你毋是伫黑暗的中间，你伫遐惊到要害，因为你毋知影当时要来。所以你要警醒，这个觉醒、这个警醒、这个准则，迄个意思就是讲，爱徛伫主的这边啦。你爱选边徛啦，你莫徛伫黑暗的迄边，你要徛伫光明的这边，徛伫日时的这边，特别在讲，若是咱属日时，就准则穿信甲仁爱做护心镜，用得救的五芒做头盔。所以毋是讲你徛伫迄个日光的下面就无灾害啊，是爱有主的保守伫咱的中间，是甲主徛做伙啊。较灵稳的当工会甲你讲。主做咱的遮扛做解啦，做咱的遮扛。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受气，是要对咱互咱对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这嘛，咱最近一直咧讲的，主耶稣是上帝对旧约已经定着的救恩，要互咱来因为伊得救，就是约翰福音3章16所讲的，要互所有相信的人来得救。不未抵到沉沦，这真清楚的一个启示。咱咧这个时代的人，咱要安怎来警醒？你要看见全世界的疫情，甲搁咧压悬啊。当然，咱会讲伊的国家真大，伊的人真济，真歹控制。但是咱要讲倒一个领导人有问题，欧洲倒一个国家的领袖有问题，所以袂晓管理。但是国人敢无无这个责任吗？咱有看真侪人伊拢安那袂觉醒，对毋对？真正袂觉醒啊！有个相片翕出来人组织做伙，就安那拢无赶喙暗，坐滚滚啊！伫咧海边你也看翕相翕出来，拢目睭就拢斗阵的。即马一寡大卖场洛杉矶莫讲是柑仔县的大卖场，足侪人的呢。伊即摆讲啥物诶？讲这是迄个festival season， 所以开始爱安那买物件，爱采购啊，嘛有可能关收久啊，钱拢无咧开，所以爱找时间开，就失去迄个警醒，就失去迄个警醒。咱即马目前柑仔县是咱南加州唯一红色的，其他拢紫色的是上严重的啊。其他圣地亚哥本来已经到红色的啊，前礼拜佫倒转来是紫色的。大学的开学，大家失去警醒 ，party
上课等等遮的。我想伫即个世代，咱搁较需要学习即个精神。全世界2000万人嘛吼，得病啊吼，超过吼。咱美国，我愈来愈侪人，亚洲嘛是吼。当伫即个时阵，我想毋是干那伫即个面对疫情尔，佫有对侪的代志。是讲咱身体检查嘛是一种的觉醒，来帮助咱了解咱的身体的状况。对于伫信仰顶悬，逐工的灵修祈祷，我想拢帮助咱来觉醒。咱甲人的互动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觉醒的提醒。咱做来祈祷。咱我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来带阮向前来行。阮看见即个疫情的情形，阮知有侪人迷失，把这当作无要紧。阮真正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生命拢是你所看重的。阮无搁再迷失，伫阮掠做无代志的即个情景，阮会通来觉醒，阮做好自我的防疫。做好保护人的动作，做好互相的关心，做好阮会通看见别人的需要，阮来关心。祝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兄弟姊妹，阮教会头前的路。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免。感谢于老师，这是念圣诗478首，迷路的人就行倒转。圣诗478首。
对，是啦，放弃。一定要俾上帝，最帮掌阮会晓时刻，当主过来时阵，我们安怎来面对主耶稣，帮助阮当一时，当用悔罪的心，来主耶稣，因为上帝，阮感谢主，还阮今仔日伫遮，伊组织阮做伙，安尼姊妹来敬拜你，感谢主，互阮。当放乐阮一切遮个世事，一切羁绊，咱来敬拜你，我来感谢你，我呢，姊妹检查身体病痛的人，当今仔日做伙来敬拜你，感谢主，你是叫看顾保守阮，求主用你平安，保守阮每一人中间，阮。即时奉献阮当八金钱为主，做主的路用，主甘来生活，伊当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阿在是将耶稣讲来。好，冬天啦吼，天气早暗较冷，请咱爱记哩穿较济衫。拄则已经讲着吼，咱即摆疫情搁愈来愈严重，请咱做好家己即个防疫的动作啦吼，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吼。咱即摆有即个自我隔离的规定，14天加州啦吼。已经看到国际甲其他的州的疫情严重吼，所以这个是毋是严格的规定，但是已经有讲咱爱做自我的隔离吼，也无亲像台湾，也是讲其他国家拢有安尼罚款的迄种无遐严重的吼。好共款咱有即个实体的礼拜吼，甲网络的礼拜，奉献请。无来伫教会，咱会当直接寄来伫教会，再请后天来处理吼。即个过来拜5、20号咱的查经要来看《使徒行传》19章吼。咱先甲规章拢读咧吼。咱有可能会爱分2摆吼。后尾咱就一来做伙分享安尼吼。好，前礼拜会出席19个人。礼拜2才有9个吼，网络10个，今仔日礼拜2嘛9个吼。查经人数是11个，430块。这后礼拜的这个讲道的资料服侍的人伫遮，咱请家己准备好来。接续咱来今仔日的经句。
4篇90篇，第一节甲第二节，4篇90篇，咱做伙来读两摆。主啊，你逐世代最远徛起的所在，遮个山也未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一摆，主啊，你逐世代最远徛起的所在，遮个山也未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4篇90篇，第一节、第二节，咱做来吟上经的4、511首，511首，然后咱请李牧师读读。我上帝之国之主，造我的主万国，一定心在万地，永远到地的成就。但愿咱每一个拢选择徛伫主光明的这边，互主成做咱的护甲，成做咱的盔甲，来保守咱，守住咱对天顶的平安甲喜乐，对一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今日拜到这，嗨。嗨。